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慧君，欢迎准时收看《福起来了两百二的好食生产线》吼，带大家看下来认识当季好食了解菜题的特产。讲到了解热天时节，大家都会想去海巡来搞水。去到海巡搞水，除了讲有沙巴、有日头以外，还会试下了解，讲本凉、清凉、退火的野的水啦吼。热天去了啊，安尼吼将像有高热嘅用。不过大家去市场啊，去讲了解果子担头吼，看到嘅野上来係哪味來嘅咯？基本上按照我嚟講身體，係我嚟同大家嚟分享呀，野哦上來有幾好用咯。今日嚟分享基本上嘅野香人林太良、林太哥、林太哥你好。你好，大家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林太良，嚟自屏東，希望大家用下嚟也會打嘴鼓。係我基本上啦，大家係基本上唱到林太哥哈。來到現場啊，來到一場小朋友來打嘴鼓，當然啦，嗬，都第二攤嗬，第二攤開始就為了開放天花嗬，喺講同小朋友啊，對呀嘅基本也有乜嘅用嘅問題，全部都係打電話到現場。一下呢，我想哦，也係接上看到嘅一個應講一種咩無酸果子啊，佢應該係一種應講插涼插足嘅一種嘅東西嗬。也最接上看到嘅就係椰水，係講呢，因為食嘅椰嘅肉嗬，椰涼。唔過，講食咧椰哦，酸來啊，係呢味來嘅嗬，相當樣嘅，唔知向小朋友點哦，一下我都想點睇過嚟留大家講下嗬。喺度你一到台灣嗬，可能焗天啊，像熱天嘅時節，天初早就會看到有人賣椰水，嗬，一講幾隻椰按樣賣，椰太甜喺呢片來嘅，喺我台灣來講嘅。一般台灣嘅椰對屏東都生產真多嘅。屏東，你哋屏東都改到嘅。係，對，生產椰。椰水呢，一般咧，我哋人合適到椰水呢，家家係較無按熟嘅椰。係。因為較無按熟嘅椰可以降火嘅，因為大家認識椰都是要熱天嚟降火。其實真正係椰，而是較熟嘅椰。哦，按樣係一下，連睇個講到一個係紅門嘅嗬。你可能都攞杯去買椰嘅時間，就唔知講一個椰有熟嘛嗬？你講嘅冇熟嘅椰就按做紫椰，紫椰，最紫紫嘅椰，最冇熟嘅椰。哎呀，冇熟嘅椰到熟嘅椰，你講一般你就係清涼退火就係有熟嘅椰咩？好，唔係我講火像發燒咁樣冇，家家人都是椰水咩？咁估計種嘅椰水，過去我哋台灣人，你椰當歸，嘅冇按大爽，你食啲椰係是會降火，會降火氣，會降溫，啊伊都較紫，較紫嘅椰都，你講嘅有也會清涼嘅感覺。啊，唔估計紫椰嘅，你好嘅人哦，都唔得是衝動。哦，即係講一個自制嘅椰，就冇按熟嘅椰嗬，因好嘅人哦，都唔得食按到呢嗬，因為食按到人講都太冷嘅，錯冇？係衝冷，衝冷嘅嗬。即衝到嘅時間要學呢度。哦，食衝到要學呢度，一下連睇個按樣講嘅時間，大家都可能開始食咧嗬。今日我食椰水嗬，喺嗌食即係學呢度樣嘅食嗬，唔是食啦。頭先連睇個其實有提到有講到嘅，就係一個較熟嘅椰，嗬，有分自制嘅椰，還個較熟嘅椰嗬。一個自制嘅椰係清涼退火，嗬，啊係講降火嘅，嗬，清涼降火嘅，啊係講呢熟嘅椰，嗬，你拿來食應該就較冇問題嚇，一樣嘅。伊嘅口感度好，因為較熟嘅時間，伊會產生有糖分，較甜、較甜，哦，啊是果椰嘅嗬，今後如攞伊平常平一下，當然是口感當好。故所呢，一個自制嘅椰食咧，可能會有損害到一個身體，係講正常人唔係愛清涼降火嘅朋友。也做食自制嘅椰做唔得，做冇按熟嘅。係講呢，喺平時嗬愛食嗬就食下熟嘅椰，對身體下唔會有傷害。唔過也做一陣問題出來咧嗬。你台灣嘅椰都睇到啲屏東咩嗬？啊嘅屏東嘅椰，你真係一個生長嘅環境上來係樣嘅哦。你將愛去看佢有熟冇熟咁，我樣嚟去看。你愛看有熟冇熟，看入邊皮嘅表面。表面吼，你講
較煮的牙都無愛熟，較強。哦，古說你去老杯買嘅時節，買嘅牙就唔好買嘅全部長長嘅。係，我買有幾個帶到嘅金頭金黃色一樣嘅牙，有啲黃黃。你都知道嗬，你可能冇按錢。嘅食到都冇按雞啦，較甜。較甜。啊，煮牙都是都安尼煮熟呀。哦，因為夾一擺有啲呢素味，濕嘅米絲。濕嘅米絲。好，古說食到也濕米絲嘅牙水，就係頭先講到滋嘅牙，係清涼退火嘅牙哦。喺食到也個熟嘅牙水來講咧，就較甜。從清涼當甜，當清涼當甜哦。好，古說鄉親朋友，按樣來講下，應該就分得清楚。頭先喺啲畫面後面有看到嘅較熟嘅牙，吼，真實吼就係長帶到嘅，應講到嘅黃色、金黃色嘅一隻感覺啊，吼，也就係較熟嘅牙。古說喺你本身哦，就你出家來講啊，吼，都屏東做種牙。種牙來講，喺你牙啊，我適合乜嘅用嘅環境咯。所以種到熱帶地區，你台灣像屏東做嘅種咩？一般牙吼，你南部過去推廣嘅牙嘅種法嘅，加嘅河巴梯、塔頭梯。河巴梯啦，就是個塔頭梯。塔頭梯。較種無嘅就種唔得嘅梯嚟，加種牙嘅。你牙嘅形狀哦，伊個很壯。佢唔是按多水。唔是按多水，啊唔是伊嗰度容易乾。嗰個牙係以後嘅東西，沖到水嗰個落水田同牙嘅冬夏田，就是冇落水嘅牙食起來嘅感覺係冇同樣。哎呀，較多水嘅牙食起來都淡冇咪冇絲，像水啊，即係像食水一樣嘅嗬。水一樣嘅。喺講呢，你都也個就講頭先講石頭啦，石頭梯嘅較早上都係冇水分嘅梯嘅乾狀嘅嗬。哎呀，種出來嘅牙你頭先講到嘅嗬，清涼，係個帶到嘅甜，喺講有熟啦嗬，也都係你講到一嘅牙嗬。張開始呢，講連泰國啦，鄉親朋友喺度提到講到嘅啫，一牙啊嗬，我用嚟看有熟，用嚟看冇熟，嗬，一個冇按熟嘅做滋嘅嘅牙嗬，食咧嗬就係而且佢本身講下炒火啦，嗬，愛清涼退火嘅時間真可以食。你講平常作壽嘅朋友啊，作壽人講乜嘅？佢發壽啊，發壽嘅朋友，發壽嘅人講可以有嘅呢出物件。路徑，這個是對於入邊功夫嘅功能較多。古時看啊，有熟嘅牙，就係平時一般人就會得食咧。也都講起嚟嗬，係像鄉親朋友聽說當上愛啲牙太甜，都看到一個腦杯買有得會就係連一個腦杯嘅一長長嘅一層皮，太麻古雜個當蟲咧嗬，一生來一啲嘅。牙嗬，除咗講牙樹以外啦，嗬，一牙幾隻嘅牙做得有幾多層？所以來只最尾嗰一層其實係皮，係即係牆皮。牆皮，還有咧，哎呦，其實都幾多東西。牆皮。鮮嘅。嗰來就鮮。它有個保護體，有個軟墊用嘅軟嘅東西。它有兩三層。有兩三層。它有一點膜嘅。保護牙嘅牙嘅，佢睇講呢個哦，入邊睇緊人食牙嘅，開唔順嘅嗬。嗰度人買專業嘅牙嘅，一般嘅牙人係剁碎嘅嗬，用菜刀剁起來都可以啊。唔過嗰度買到基本冇碎嘅，我壞嘅咧唔開唔順。古時候你買牙嘅時節嗬，基本都有可能會有冇碎嘅，咩有可能有壞嘅咧。係我有壞嘅咧，因為有主控。唔嘅牙線嘅保頓嗬，唔開唔實，佢唔買專業嘅時間，佢就買到快嘅。佢一個托牙唔係講緊清太粒，要清到水唔一樣啊。錯。你唔會看牙買清太粒嘅牙，其實牙水係一時咧。我覺得入邊公平法地方，係當到人以前係都會推廣個牙嘅剝開來。古時候你。
頭哥來講啊，曉得看的人吼，你就做得買到也野，唔係動太雜，唔過佢地擺度水分當多。唔曉看的買到太麻古雜，結果地擺度一啲嘅水分都冇嚟，實在都真是人講嘅杜粗化嚟嗬。我曉得看的人，曉得看的人哦，買到野嗬，喺當當然上嘅都買野水性啲，買一睇野買轉去嗬，都買冇水啊，買冇水嘅食材，也真是做嗬，你講到嗬，一間成本打出去嘅結果嗬，拿咗落去做生意，實在超冇錢，然後根本都做錢了提起。好，一頭先講公平交易法，係對，係啊，嗰陣係當年前嘅都可以開發入去博學嘅嘢，他跟人公平。所以也看到，係一樣種嘅，天蟲也一樣。係哦，頭前咩要？按睇啲咩嘢嘅，博起全都按四粒嘅天。按睇就嘅嘢，按樣博睇幾多層嘅，也看到一樣。博一層皮烘來，一層皮烘來。係啊。我講長長嘅嘢嗬，你愛留意啊。薄一層皮烘來，已經攞杯嘅一層皮講真實嘅啦哦。鄉親朋友要拿個嘢，係講要看個人薄嘅，都講長長嘅按太長嘅嘢嗬，我切開落去食嘅嘢水啊嗬。其實都當困難嘅嗬。當困難，因為四粒嘢嗬，一粒嘢薄嘅淡度純到1/4添啦。一粒嘢攞杯嘅長長嘅殼，係個唔講嘅橡皮質、橡皮嘅東西，嘅殼全部剝皮嚟高後，就存到按樣將4分之一天，存到1/4嘅重量，地位都要有水，還一個要做啲保鮮哦。保鮮係，或者地位或者剝到厚嘅，或者比厚嘅，較磨嘅都冇按到嘅，嗰陣食啲東西。冇食到當到嘅。哦，古時候呀哈，你講到啊吼，人家薄體學嘅做按樣，看起來咩一定影響。係啊，一定影響。韓國呢，你講愛對入屏東啦，嗬，買到國體去來講，真是哈方便啦，都運送過長嘅時間，怎唔會按？像運送過長，搶入嘅運輸費用都上嘅多，都上1/3啦。真是1/3嘛。錯，係好一。講到一公平交易法，頭先有提到嚟啊，嗬，既然愛公平嗬，做起也嘅學波踢過後，一學波踢嚟，嗱都唔知幾優秀噶冇秀。頭先講攞波嘅學，可以係旺旺，對講強大就會旺旺，學幾旺實都優秀嘅。啊，一下按用波起嚟，嗌都冇看唔到幾優秀啊冇秀，按樣樣嘅實。也唔是可能啊，可以搏嘅嘢，拿到完重都有水啊，有啲位都冇水啊。博佢哋地步都強嘅啲啦，水都冇嘅啲啊！啊，唔過睇下我哋咧生產嘅過程地步，冇嘅東西我哋都係調嘅咧，調嘅，嗰陣也係冇中央嘅。哦，按樣去嗬。講到嘢嚟，可能鄉親朋友就想，哇，愛食嘢嗬，嘢水嚟講，按樣細扎按樣一扎嘅，最紅樓唔薄體嘅嘢，哇，按樣都。做得嗬，拿來食嚟講真是嚟10分嘅利片啊嗬，啊利片嘅方法嚟嗬，也做清就係按呢嘅嗬，林太哥來想出來嘅。上來啊，按呢講也個菜蔬葉，按樣嚟菜蔬，韓國按呢葉本身哦，有呢地位嘅營養素咯，加下甜嘛嗬，爭個繼續來啦，鄉親朋友來講到，係喺提倡太高，愛打電話加下就嚟打到現場來，先來聊下。